Hello，大家好，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富華廣場一個339尺兩房嘅單位。富華廣場位於昌華街23號，喺1997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8尺半，個廳大概係11尺乘以11尺。窗外景觀，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呢間房大概係6尺乘以7尺。如果唔利用窗台，呢度可以擺一張4尺嘅床。窗外景觀，呢間房大概係6尺乘以8尺。咁喺呢個位置咧，係放落一張3尺嘅床嘅。窗外景觀，廚房，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